大家好，我是悠悠先生。今日为教大家摇摆舞。大家好，我是悠悠老师。今天呢，要继续教大家摇摆舞哦。以下做的动作也很简单，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累。那如果累了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旁边可以多喝水，然后自己休息也可以哦。好，一样是我们从右脚开始，右脚帮我试试看，做一个 T， 小小的 T。左脚也试试看，做一个 T， 试试看右脚 T， 左脚 T， 右脚 T， 左脚 T， 右脚 T， 左脚 T， 很好，右脚 T， 左脚 T， 右脚，左脚，右脚 T， 左脚 T， 我们一起，我转到背面试试看。右脚先，右脚 T， 左脚 T， 右脚 T， 左脚 T， 右脚 T， 左脚 T， 右脚 T， 左脚 T。好，我们刚刚是一边踢一下，我们现在试试看，一边踢2下，所以会是踢2下，回到中间，再左脚踢2下，回到中间，右脚踢，回到中间，左脚踢，很好，右脚踢，左脚踢，右脚踢，左脚踢，很好，右脚踢，加油！右脚再一次，右脚踢，左脚踢。好，等一下的数拍呢，会是1、2、3、4、5、6、7、8，所以会是踢4次哦。1、2、3、4、5、6、7、8。左脚试试看，1、2、3、4、5、6、7、8。再一次哦，1、2、3、4、5、6、7、8。左脚，1、2、3、4、5、6、7、8。然后我们背面试试看，一样从我们的右脚开始，5、6、7、8。1、2、3、4、5、6、7、8。1、2、3、4、5、6、7、8。好，我们试试看，当做一个小小的暖身，跟着音乐，我们慢慢来，先试试看。好，跟着我们的音乐，膝盖放轻松，很轻松，很轻松。大家做都动后哦。好，右脚先开始。5、6、7、8。换脚，换脚，换脚。背面试试看，5、6、7、8。换脚，换脚，换脚，换脚。再一次。好，我们这一次试试看，踢2下哦，踢2下，右边2下，左边2下，5、6、7、8。右脚，左脚，很好，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上半身一样是很轻松的。好的，我们音乐可以先停，我们试试看，再一次数拍看看哦。右脚先开始，5、6、7、8，踢2下，踢2下，很好，踢2下，踢2下。所以我们在做踢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踢
踢，我们会把我们的膝盖先收起来，想象是前面有一颗球，要预备去踢它，所以脚会先收，再做踢。前面想象有一颗球，先收脚，再踢。当我们踢的时候，也不用很用力的要把这个球踢飞，我们只是收脚，放下来，想象是有一个汽车的刹车，我们要去踩那个刹车就可以了。收脚，刹车，收脚，把脚放下来，很轻松，很轻松。收脚，来放松，再一次收脚，放松。然后我们这一次做2次试试看，所以是收、踢、收、踢，换脚，收、踢、收、踢，所以2下2下。我们再一次试试看哦，收、踢、收、踢，另一只收、踢、收、踢，很好，收、踢、收、踢，很好，收、踢、收、踢。跟着我们的节奏律动呢，我们每一拍会微微的微蹲，所以会是收、踢、收、踢，另一只脚，很好。如果我们没有加我们身体的律动的话，也是可以，我们就试试看脚就可以了。但是看起来比较不像在跳舞，如果加上我们身体的律动的话，看起来会很像在跳舞哦。好，我们背面试试看。我们先调整一下我们身体的律动，一拍一下，将我们的脚收起来，试试看，再踢、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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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换另一只脚试试，左脚收起来，踢。每一次我都会加上我身体的节奏还有律动。好，刚刚教的动作是叫做我们的 double kick， 其实还是踢2下的意思。double kick，double kick，double kick。这个动作我要往下教了，它有一点变化型，就是我们的角度的变换。我们第一次右脚踢，帮我踢我们的自己的2点钟方向。第一下踢2点钟，第2下踢我们的10点钟。慢慢来没有关系，我们先试试看，2点钟、10点钟，换脚，左脚是我们的10点钟，在我们的2点钟换脚，重复一直试试看，右脚先2点钟、10点钟换脚，10点钟、2点钟换脚。这个现在是数拍，所以很慢，我们会有一点点不稳，是正常的哦。我们再一次试试看，2点钟、10点钟、10点钟、2点钟、2点钟、10点钟、10、2，加上我们一点点的身体的律动，再做慢一点试试，右脚先踢我们的2点钟、2点钟、10点钟，换脚，左脚踢10点钟、2点钟，换脚。我们背面试试看，右脚帮我踢我的2点钟、2点钟、10点钟在哪里？10点钟，换脚，左脚是10点钟，再来是2点钟，换脚，整个串起来，2点钟、10点钟，左脚。踢2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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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2下。如果没有办法加上律动的话，我们就踢2下，换脚踢2下，也是可以的哦。踢2下，踢2下，让我们身体有微微动到就很棒咯。等一下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试试看。等一下会跟着我们的音乐律动。6、7、8，踢2下，很轻松的踢，很轻松自在，踢2下。换背面试试。6、7、8，这次会加上身体的律动多一点点。
抬脚做到动后哦。好的，刚刚就是这个动作踢2下。好，我们等一下会跟着我们的节奏，就不需要音乐了，谢谢。好，右脚踢2下呢，刚刚是踢2下原地，踢2下原地。这一次我们试加有一点方向性，就会是我们的2点钟，再加上我们的10点钟。这个动作叫做 airplane， 飞机 airplane。好，右脚，左脚。既然是飞机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双手撑开，想象自己是一个翱翔在天空中的飞机。所以试试看哦，一样是帮我们的右脚踢2下，左脚踢2下，试试看。好，刚刚是示范，来，我们一起数拍来做一次，5、6、7、8，踢2下，踢2下，想象是自己是一台飞机，踢2下，踢2下，再给它做到动后哦。好，我们背面试试看，双手撑起来，想象自己是一台飞机，右脚。左脚踢2下，踢2下，身体再放松一点，踢2下，踢2下。好，我们这个动作呢，试试看。那如果没有做也没有关系，如果觉得好累哦，那我们就原地踢2下，踢2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可以了，再加上我们一点点的方向性，觉得哦身体很可以适应哦，再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加上我们一点点的协调性，其实它就只是右脚踢2下，以及左脚踢2下而已。抬脚做到动后哦。等一下我们会先休息一下，让我们继续跳摇摆舞，继续跳摇摆舞。接下来动作呢，跟之前的很像，只是多加了手部的动作。所以双手帮我先举起来到天空，然后再回来1下、2下。好，要搭配我们的脚一起。所以当我们右脚踢的时候，踢2下，同时会把我们双手举起来，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踢2下，很好哦。左脚踢2下。一样是我们 double kick 的动作，但是我们双手会合在一起。左脚很好，右脚，左脚，再一次哦。右脚，左脚。好，如果手酸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动一下肩膀，活动一下筋骨。很好，我们再一次，双手帮我举起来，预备，踢右脚，踢2下 ，double kick，double kick，double kick。好，我们背面试试看，双手先预备，右脚先抬起来，踢2下，很好哦，踢2下，踢2下，踢2下。这就是我们 double kick 的小小变化，加上手部的变化，会让整体看起来更有舞感哦。我们再做一次哦，双手踢2下，踢2下，很好，踢2下。抬脚做到动后哦，踢2下，踢2下，很开心的踢2下，踢2下。好，我们加上我们有点节奏感，膝盖再帮我微弯多一点点。好，双手举起来，预备，5、6、7、8，踢，踢，踢，很好，很棒哦，踢2下，踢2下。好，等一下呢，我们会跟着音乐一起试试看，双手先预备试试哦。等一下，跟着音乐微蹲，很好哦。来，身体放轻松，肩膀再扭一下，感受全身都已经很舒服放松咯。接下来预备
5、6、7、8，踢2下，挺直。很好，动后。另一只脚。好，我们背面试试看。来，跟着音乐，轻松。5、6、7、8，踢。很好，踢2下，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很好哦，加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 double kick 加上手部的动作。好，等一下我们右脚一样也是踢2下，我们要往下继续教咯。double kick 的延伸，我们其实不只是原地的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点脚步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比如说右脚先踢前面，再踢我们的后面，踩。所以看起来是踢1下，踢2下，换脚，换左脚，试试看，先踢后面，再踢前面，换脚换成右脚，踢前，踢后，换脚，踢后，踢前，换脚。所以我数拍5、6、7、8，先踢前，再踢后，踢后，踢前，踢前，踢后，踢后，踢前，踢前，踢后，踢后，踢前，很好。后，踢后面，前面，很好。好，等一下我们侧边也试试看，右脚往前踢。再踢后，踩回，左脚踢后，踢前，踩回，所以是前踢，后踩，后踢，前踩，前踢，后踩，后踢，前踩。各位在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重心有一点不稳呢？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脚带走。如果踢太大力的话，身体会被我们的脚带走。所以不要，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重心放在中间，放在中间，让脚去踢，但是我的身体的重心不会被脚带走，重心在中间，很好哦。右脚，左脚踩，左脚，很好。我们侧边试试，右脚先开始，前踢，前踢，后踩，后踢，前踩，前踢，后踩，后踢，前踩。让我们换背面试试看。5、6、7、8，前踢，后踩，后踢，前踩，前踢，后踩，后踢，前踩。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手部可以加上一点晃动，帮助我们的平衡。如果说只有手放在旁边，身体可能会被你的脚带走。如果我的手放在旁边的话，也看起来会比较好看哦。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试试看，把手的幅度往多一点摆动，试试看，想象你在走路的感觉。好，双手帮我摆动，很好哦。好，所以等一下右脚踢的时候是左手伸出来，想象你在走路，右脚出去是左手出来。等一下踢的时候，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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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哦。右脚先帮我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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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背面试试看。当我在踢右脚的时候，是我的左手会伸出来，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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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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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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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试试看，把手的幅度再大一点，再大一点试试看。
如果真的做不到，只能小小的也没有关系，也是很可爱的。我们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手的幅度再大一点。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肩膀先舒展开来，很好。好，我们手的幅度试着大一点点。我来数拍，5、6、7、8，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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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背面试试看，手的幅度再大一点，前踢先，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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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很好，右脚，再来一次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来，我数拍试试看哦，5、6、7、8，1。再一次哦，5、6、7、8，1、2、3、4、5、6、7、8，1、2、3、4、5、6、7、8，1、2、3、4、5、6、7、8。大家有学会了吗？这个动作其实就是 double kick 的延伸，我们的角度多一点点变化，踢前面，踢后面，再加上我们的手的幅度的摆动。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试试看，一样我们跟着音乐调整一下呼吸。来，先帮我吸气。刚刚的练习很累，对不对？没关系，我们调整呼吸，先吸气，暖一下肩膀，很好。大家做到动后哦，非常好，非常好。要预备喽，5、6、5、6、7、8，1、2、3、4、5、6、7、8，1、2、3、4、5、6、7，1、2、3、4、5、6、7，很好哦。再一次。好，踢2下。我们背面试试看，5、6、5、6、7、8。1、2、3、4、5、6、7。很好哦，会不会累呀？调整呼吸，继续开始哦，踢2下，左脚踢2下，很好，左边再一次，再换右边。好，以上就是我们 double kick 的延伸，大家真的做得很棒哦，大家做到动后哦。